週五美股集體反彈小漲，整週下來，納指斬獲6.73%的漲幅，關稅導致的下跌基本收復。這波反彈讓不少投資者燃起希望。然而，美國銀行卻給火熱的市場澆了盆冷水。其首席策略師 Michael Hanley 直言，在當下不確定性持續的環境裡，標普和美元的每次反彈都是絕佳賣出時機。美銀在最新策略報告裡給出3大關鍵判斷：一是債券、國際股、黃金下跌時抄底，標普美元上漲時出貨；二是暗示當前調整遠未觸底；三是美元已步入長期貶值通道，資金逃離的趨勢還將延續，除非美聯儲降息、貿易戰結束、消費持續強勁，這3大條件同時滿足。高盛也指出，自3月初以來，外資已悄然拋售630億美元美股。摩根大通調查顯示，美股將是今年資金流出最多的資產類別，現金反倒最被看好，市場其他觀點也偏悲觀。Robeco Group 多資產策略主管 Colin Graham 稱特朗普可能隨時反悔。瑞聯銀行外匯策略主管 Peter Kinsella 吐槽美國相關消息混亂難測。Money Farm 首席投資官 Richard Flex 則表示，關稅調整需時日，關鍵是最終穩定水平不明。下週科技巨頭財報將成關鍵變數。美聯儲將於5月6到7日召開會議，市場預計屆時按兵不動，6月降息可能性近60%。綜合來看，美股未來走勢仍迷霧重重，投資者需謹慎應對。